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哋 VIP Money Talk 嘅時間咯喎。嗱，又係 Spring Break 嘅時間啦。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會趁呢個時候出外旅遊嘅，但係有一件好少嘅事咧，好多人啊都會忽略咗嘅，就係旅遊嘅時候記住要買旅遊保險啦。嚟緊1連2集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下旅遊保險嘅重要性嘅。其實好多人都問我點解要買旅遊保險啫？嗱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出外旅遊嘅時候，如果遇到一啲咩意外咧，嗰個醫療費用可以好昂貴嘅喎，幾千蚊嘅加幣啊，分分鐘幾萬蚊嘅加幣都不等添。就例如，如果我哋出去滑雪遇到意外，令到自己骨折咗，跟住要啲治療啊，要啲醫療嘅費用，分分鐘可以係幾萬蚊加幣嘅喎。如果冇保險嘅話，將呢個旅程分分鐘令到我哋陷入咗財務危機添。另外，仲有啲事情，譬如係航班嘅延誤啊，唔見咗啲行李啊，又或者係我哋突發唔舒服，有啲咩疾病，要飛翻嚟原居地去睇醫生啊，接受治療啊咁樣，呢啲等等嘅風險啊，都可以打亂晒我哋成盤嘅計劃。但係如果我哋有旅遊保險嘅話咧，正正啊就可以對付呢一個萬一，有個保障啦。嗱，一份全面嘅旅遊保險咧，其實通常啊都會包含咗以下呢3大方面嘅。嗱，第一就係關於嘅緊急醫療保障啦，例如可能要住院啊、做手術啊，甚至乎係一啲醫療轉運回國程序同埋費用啦。嗱，第二就係行程嘅保障啦，可能有航班嘅取消發生啊、酒店預訂嘅損失啊咁樣。嗱，第三就係關於財物嘅保護啦。嗱，如果行李俾人偷咗，啲證件又要補辦等等，呢啲嘅費用都會有保障啦。部分嘅高端計劃咧，仲包含咗你去滑雪啊、行山嘅時候呢啲比較高風險嘅活動嘅保障。不過記住要注意啊，買之前記住要睇清楚啲條款，睇下投保咗之後，如果更改行程，要及時通知你嘅保險公司啊。咁點樣啊先可以選擇到合適嘅旅遊保險呢？嗱，其實買旅遊保險咧，最緊要有3樣嘢要睇住嘅啫。嗱，第一就係睇下究竟自己1年係去1次旅行嘅，定係1年可能去好多次旅行嘅咁樣。嗱，第二咧就係睇下你嘅年齡啦、健康狀況啊咁樣。老年啲嘅遊客，你嘅保費可能會高啲嘅咯噃。仲有，如果你以前係有啲咩病歷啊，又知咩病痛嘅話，記住要提前話俾保險公司聽。嗱，第三咧就係睇下你去旅行嘅時候嘅活動類型啦，譬如你去滑雪嘅、去行山嘅，甚至乎去潛水嘅。咁記住問清楚旅遊嘅保險公司有冇啲呢一方面嘅保障啦。所以記住要揾清楚你嘅保險經紀去問清楚，同埋幫你篩選下咯。一份度身訂做嘅旅遊保險咧，可以令到你同埋屋企人啊，成個旅程更加安心，更加可以享受多啲啦。嗱，唔好等啦，而家就行動。如果要去旅行嘅話咧，揾我哋電郵地址同埋聯絡電話，我哋下集見啦。